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疫情指挥中心，昨做一改，甲42个国家甲一个地区的旅游警示提升到第3级。今仔日上新的公布，佮甲日本、新加坡、越南等亚洲19个国家，甲东欧1国、美国3个州，拢列为第3级旅游警示的国家。啊，针对明明知影危险，佮硬要去第3级国家的民众，嘛来祭出着重罚。第一，袂当领这个防疫的补偿金。 第二，要加征必要的费用；第三，若是确诊者，要来公布姓名。我们真的希望，真的是大家要忍一忍啊！保育国人能随便出国，随着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增加，指挥官陈时中宣布，非必要到3级经过国家或者地区爱罚。那明知故犯的，我们不适用我们的防疫补偿的规定。 那我们要公布姓名，那加征其必要之费用。那第二种是外籍人从这个我们宣布第3级的区域的，那我们都会要求要自负，必须是费用。民众会讲，若是无确实填写检疫通知书，袂使领防疫补偿金，卖相关处15万的罚款。违反相关检疫规定者，依法是罚10万到100万，而且公布名册，包括东欧、中东、中亚、北非等42个国家，专门提升到旅游疫情建议第3级。欧洲团的旅游承业者虽然受到冲击，嘛只会当配合政策。我们的团还在欧洲的，回程要居家隔离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航空公司像阿联酋，他就决定不飞了。那退差额给旅行社，意思就是说我只退费用给你，其他你要怎么回来，你要自己想办法。业者讲，即马真侪国外景点嘛无对外开放，就算出国嘛达不到旅游目的，提醒民众千万唔通明知山内有好，也是偏向好山行。